你每一次碌 IG 或者 Facebook，見到舊同事、舊同學佢哋買樓、換車去旅行，你個心酸咗一下嗰一刻咧，你嘅吸引力頻率已經係崩潰咗噶啦。如果你 like 咗佢哋嘅 post，但係其實你感受上仍然係酸酸地，咁其實你係用緊佢哋嘅生活嚟到攻擊緊你自己，而每一次嘅攻擊你都發放咗一個訊息俾宇宙：我唔夠好，我落後，我唔值得，而宇宙就會回饋更加多你唔夠好嘅經驗俾你。吸引力法則有一個原則，就係你嘅頻率決定你嘅現實，而比較咧係其中一個頻率最大嘅殺手。當你比較嘅時候咧，其實你好容易處於一個匱乏嘅頻率，佢有我冇，佢快我慢，佢多我少，呢一個係匱乏嘅頻率，而匱乏嘅頻率就會吸引更加多匱乏嘅經驗。你越比較越少，越少越比較，呢個係顯化嘅死循環。相反，當你發現同行成功，你會好開心，因為你發現呢個社會、呢個世界其實真係仲有錢賺。同事升職，你會好開心、好振奮，因為佢代表機會仲係存在嘅。同一件事喺唔同嘅頻率就有唔同嘅意義，呢個就係吸引力法則真正運行嘅方式，唔係諗而係頻率。由睇完呢個 video 開始，當你再開 social media 嘅時候，佢每次見到人哋成功，都同自己講佢成功，即係證明呢個世界係豐盛嘅，而宇宙顯化到俾我睇呢一個事件，就證明我亦都喺豐盛嘅道路之上。請你講到諗到自己相信為止，透過主動調頻，你係將自己匱乏嘅頻率轉到豐盛嘅頻率。如果你對我講嘅內容有興趣，歡迎你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等你可以得到更加多相同嘅資訊，讓豐盛進入你嘅生命入邊。